对啊，太容易冷的，说了给我，三排就真可能要装了那个好说的。人家我都叫没那么矮，我还叫没那么着。你看这冷年的，其他啥我这去。你现在让人家说你都叫我啥呀？我说飞机紧张了，来噻，我这钱拿，来。好年就是。来，这就是来噻，让你捏起来，你不拿好。对我们两个虽然大，谁可拿你？捏了。来噻，我头钱，来，我头钱，来。是什么？这啥书？那我跟你肉不合适的是，然后肉没喂，很多肉没喂当鱼啊。鱼，你肉不让顺着。然后不才够啥？那这里想不起来啥我就这呗，你对吧对？说。么？想着你。啊，没定这想到你。是啥来他这懂？让你说完就叫我们，我说超新的。看这啥说让可怎么？那年嘛啊，差不多了。然后除了来大这点差不多了。啊，是养到鱼，养了是养了儿子，这个养是都给他这不是多。我记得嘛差不多个事，说有了长到鱼，他都没看见啊，看见个对，我看你新的些个，知道看多人。还没落的。对，让妈妈的呢，我让儿子可真是土的。看中的啊。我让他们的时候呢，扯不起来呢，点着我们这边出去，那大的去了什么事，他们让谁没得什么多。他估计照顾因素，你现在让些个人不得，米哈嘛可不这么多，哈达可不赢呢，给我们他顶来了我给吧。给我们那个。能给。给我们拿就呗啊。还是啥说的？他说，我的爸，哈，这不嘛？那是给他你怎么吃？哦，他是。我这是哪不嘛？啊，这是啊。这是给嘛啊？3年说3年没够。说那说，生女妹妹说的。给他回来嘛生。说，上这上多好读书。咋个这个？这别讲啊，从这里出去讲。你啥时候我们这差不多就一样。对，我拿这个。啊，好的，这。没事，再见了，给我骗哦。